继续来关心，说花莲公路今早起伫咧佛祖街有找到一台轿车，伊互烂涂砍掉的，砍在内面才有2美金。这车内面也找到一位罹难者，将有可能就是沙石场的头家娘。另外，行政院长杜英台下晡去视察这一站式的申请平台，在面也讲这补助无够，要外地来这食头路的人，也是希望讲有补助通领。东基区继续开学在后的搜救任务已经到第16日，有完无停。即马所幸阁有进展，伫东西区的佛祖街交界通会线下面的汽车，警消出动破坏阵，伫车内找到一位罹难者。寻获一具大体，然后他在车子里面埋在土大概2米深的地方。挖出的汽车经过车牌比对，车主有是沙石抢的头家娘。也毋过罹难者感谢就是伊感谢人员已经到场，当日悲情成分。也毋过发现这件大水，死亡搁增加一人，已经有19人。有确认身份的吗？还在持续努力看。在后搜寻无停，相关复原中间也同步启动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设备毋拿去马泰安视察爆发建地，透过公司空袭镜头，清楚翕到相关工程，拢来继续看工，有计规划为爆发增加3道防线。杜英台也去中央设的一站式平台，所拄到未少灾民去定情。我们小小的补一下，搭一点，我就搭一点啊。我的作物全部，我们的家具全部完了，你要好好的帮我们的老百姓。虽然为加好修缮车辆报废、农田流失、护工贷款吊滚灾民，中央拢有补助灾民，不过补贴的钱无够损失，在地店家也无奈，生在器具损坏，生活面临冲击。槟榔摊啊，冰箱。都流出去了啊！营业有什么也都在里面，都没有抢救到啊！从看板管啊，要给我调掉呢。我们家有6个人，只有2个户口而已，其他4个地方都是拿来当仓库使用。对，还有工厂在使用。我这个是要叫谁赔吗？我损失1000多万，这个是谁造成的？不应该是我的损失吧？车内拖沙堆积，警察赛车上班，自用车也受损，煞因为毋是灾区住户，清零补助捌碰壁。监理机关总算表态，只要车伫公户地区浸水损坏，拢会当补助。也毋过为住户店家，搁到当地工作的人，拢诉求补助搁扩大。中央回应，另外交予行政院在后为做服务站做后手的讨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